歡迎收聽土炮新聞台，我係何詩。今集咧要同大家揭示一單關於網絡危機同埋司法漏洞嘅案件。咁有一個28歲嘅男子啊，透過社交平台 Instagram 聯絡咗一個14歲嘅少年，要求裸聊啦，並且相約佢性交。喺警方介入之後啦，就喺佢嘅手提電話裏邊咧發現大量嘅兒童色情影片啦。更加震驚嘅咧就係咧，其實呢一名男子啊，早已經有5項同類嘅案底㗎啦。咁呢件事件亦都係引發咗公眾嘅質疑啦，就係話點解我哋嘅司法制度困唔住一個小童性罪行嘅慣犯呢？咁樣，咁首先要講下就係呢一個28歲嘅男人點樣單憑幾句IG 嘅一啲私訊就可以將一個14歲嘅少年拖入咗一個性剝削嘅陷阱呢？成個精密嘅佈局過程究竟係點樣發生㗎？咁另外就係啦，警方啊喺被告人嘅電話裏面到底發現咗啲咩呢？令到啊連辯方佢自己個律師啊都喺庭上面承認影片入邊嘅兒童呢，有啲係明顯細過10歲添嘅喎。最後亦都會講下啦，其實我哋一直講嘅 Instagram 啦，其實每日啊有成幾千萬個青少年都用緊㗎嘛。咁究竟佢係一個點樣嘅社交工具呢？另外就係點解佢會變成咗兒童獵食者嘅一啲狩獵場啊？呢個科技巨頭啊，其實喺當中啊又要負上啲咩責任咧？咁樣咁嗱，講翻今次呢件事啦，即係簡單啦，就係一個28歲嘅男人啦，透過 Instagram 嘅私訊功能咁啊，主動聯絡咗一個14歲嘅少年啦，咁樣咁就嗱，因為依家暫時咧，其實單案件都仲係審訊緊嘅，咁所以咧就都冇特別披露佢哋兩個當初嘅對話究竟係點樣開始啊，傾咗幾耐啊咁樣。但係我哋可以知道嘅就係咧，被告人佢嘅目的咧係非常之清晰，就係要進行一啲性剝削。咁就嗱，其實喺翻呢個私訊對話裡面咧，都有少少 information 嘅，就係首先咧，佢係要求進行裸聊啦，即係就係話係一啲視像通話裡面要互相裸露自己嘅身體啦，然後咧佢係再要求咗呢個少年發送自己陰莖嘅一啲相片，最後咧佢更加要求一個就係超越網絡世界嘅要求啦，就係話咧佢想相約呢一個少年啊，直接喺現實中見面，目的咧就係想進行口交啦，同埋肛交等等嘅一啲性行為。咁成個過程咧，其實咧都有個詞語嘅，就係一啲經典網上嘅叫做性有色啊咁。咁就嗱呢場咁精心嘅佈局啦，最終當然係被人發現咗啦。咁就嗱，警方介入調查之後咧，亦都發現咗一個令人嘆為觀止、嚇死人嘅真相浮咗上水面，就係咧警方喺被告人嘅手提電話入面啊，發現咗一個龐大嘅兒童色情收藏庫啊！即係根據翻法庭上邊啦披露嘅案情咧，其實啊警方喺佢嘅電話裏面咧係搜獲咗多達666段兒童嘅色情影片嘅。咁就嗱講翻呢啲堆影片先啦，其實呢批影片嘅嚴重程度咧，亦都係令到人哋好震驚嘅，因為咧喺呢666段嘅影片當中啊，有203段啊都被評為係第4級咁樣。嗱咁啊，講到咩第4級啦，不如都同大家講多少少啦。其實佢哋呢啲究竟嗰個級數係點樣分嘅咧？咁。咁就首先啦，都要我哋由第一級開始講起啦，不如嗱咁第一級咧就都係最低嘅，咁就係話咧呢個影像咧顯示咗一啲色情嘅動作啦，但係咧就係冇一啲性活動嘅，例如就係話可能兒童係擺出咗啲帶有性暗示啦，或者啲挑逗性嘅姿勢，或者咧係特寫裸露嘅身體部分，但係畫面中咧係未發生實質嘅性行為嘅。另外第二就係叫做中等啦，咁就係咧呢啲影像啊顯示兒童與兒童之間，或者就係兒童同成人之間進行一啲非插入性嘅性活動，例如就係可能觸摸性器官啦、互相撫摸啊、口交或者一啲模擬性交等等，但係咧係未有性器官嘅實質插入嘅。第三種已經係被評為嚴重㗎啦。咁第三種即係第3級啊，咁就係咧呢個影像啊顯示兒童與兒童之間進行一啲插入性嘅性活動，例如就係兒童與兒童之間咧發生咗實質嘅性交啦或者肛交，講緊就已經係涉及咗性器官嘅插入㗎啦。咁第4級咧就係最嚴重嘅，咁就即係話嗰個影像啊，就係會顯示咗兒童同埋成人進行一啲插入性嘅性活動，或者就係涉及咗一啲性虐待啊，甚至係受教添嘅。例如就係啦，可能成人強暴或者侵犯兒童啦，極端嘅一啲性虐待殘害行為，或者就係涉及動物嘅一啲性行為咁。嗱咁就嗱，我哋都分咗4級係點樣分啦，但係我哋都要講翻清楚嘅。其實咧呢家咧法例咧係即係呢個唔係一個法例嘅一啲文明規定級數嚟㗎，但係咧其實喺翻我哋嘅司法實務上面啦，通常啊即係被指為呢啲叫做最極端啦，同埋最嚴重嘅兒童色情內容。咁就委任法官啦，亦都喺庭上邊啊特別有指出咧，就係話咧部分第4級影片嘅受害人咧年紀啊竟然係只有6至10歲嘅啫。對此啊，即係咁代表
被告嘅辯方律師咧，亦都就係有喺庭上邊係直接承認有啲明顯係細過10歲嘅咁樣。咁呢件事啦，就喺尋日啦7月8號，咁就喺西九龍裁判法院度提堂。被告人啦面對住企圖向16歲以下兒童作出猥瑣行為同埋管有兒童色情物品呢兩項控罪，選擇咧係承認全部嘅控罪。咁當控方喺庭上邊讀出被告嘅背景嘅時候咧，呢件案件啊，佢個嚴重性咧亦都再次咁升級。因為嗱，我哋睇翻啲報道啊，原來咧呢個28歲嘅被告人咧係早有前科噶啦，喺佢個記錄冊上面咧已經有5項同類嘅案底。咁個罪名咧又涵蓋咗幾樣嘅，就有呢個企及製作兒童色情物品啦，管有兒童色情物品，發布兒童色情物品，以及就係向16歲以下兒童作出猥瑣行為。咁呢一份嘅犯罪記錄咧，其實都好清晰咁樣描繪咗一個屢教不改嘅叫做累犯嘅形象咁樣。咁就嗱，其實啦5次嘅判刑啊，都冇辦法阻止佢再犯。其實亦都係證明咗咧，單純監禁咧對呢一類嘅罪犯咧，其實已經失效噶啦。咁啊，聽完啊即係控辯雙方嘅陳詞之後啦，咁即係區院嘅委任法官咧，亦都係直指咧，其實被告人啊，佢一連串嘅案底咧，亦都係反映咗佢其實係一個名副其實嘅小童性罪行慣犯。咁法官嘅言辭啊，透露出對被告重犯風險嘅一啲極大憂慮，尤其咧就係佢。即係話當佢啊將目標鎖定喺一個叫做更加年幼啦、更加冇力反抗嘅幼童身上，咁最終咧呢家法庭咧係將被告還押咗，咁亦都係等待緊一啲背景報告啦，並且咧已經係排期喺翻即係下2個星期啦，7月22日就會判刑噶啦，咁以全面嘅評估佢個心理狀況啦，同埋對社會嘅威脅咁樣。咁就我哋都不如講下啦，即係其實點解被告人會喺5次嘅判刑之後啊，仍然都好似屢教不改咧咁樣？咁我哋都要理解翻呢一點咧。其實我哋就要從一啲犯罪心理學嘅角度去分析咯。咁其實兒童性罪犯嘅即係兒童性罪行嘅一啲慣犯啦，通常啊佢哋咧會有2大嘅心理特質嘅。咁首先第一樣咧就係一啲偏差嘅性興奮，即係話咧佢哋嘅性興奮對象咧並唔係成年人，而係兒童。另外第二啦就係一啲認知扭曲。佢哋咧會為自己嘅行為找一啲藉口啊。咁就例如就係話覺得其實小朋友其實佢哋都享受啊，或者就係我咁樣咧，其實係表達關愛，將呢啲嘅責任咧推晒俾受害人嘅。咁而呢一種嘅扭曲嘅認知咧，亦都令佢哋好難去單憑懲罰去改變。咁而佢哋之所以咁傾向選擇一啲年紀更細，例如啱先有提過嘅6至10歲嘅兒童去落手咧，其實係因為咧年紀越細嘅兒童咧，佢哋反抗嘅能力咧亦都會越弱啦，同埋越容易操控。咁呢種咧絕對係控制感嚟嘅，能夠滿足翻罪犯扭曲嘅一啲權力慾啦，同埋安全感。咁所以咧，其實對佢哋嚟講啊，呢啲咧已經唔單止係性行為，而係一場咧好似權力遊戲咁樣，用嚟咧去確認翻自己嘅主導地位。所以咧，其實單純監禁啊，根本咧係觸及唔到佢哋內心深處嘅一啲心理問題嘅。咁啊，去翻今次呢單案啦，即係都有一啲叫做司法嘅旋轉門啦，5次嘅判刑啊，仍然都係眾虎歸山。咁其實呢家呢啲嘅懲罰機制啊，係咪已經變咗冇牙老虎咧？咁樣當然啦，去到今次呢單案啦，令到我哋大家聽到最憤怒嘅一點，就係呢家香港現行嘅一啲懲罰機制，完全咧係阻止唔到呢一類嘅慣犯再犯案，係咪？咁就大家都聽到啦，被告人已經有5項同類嘅案底啊，涉及就係製作啦、管有同埋發布成個犯罪鏈。咁但係之前嘅判刑咧，明顯其實係起唔到作用噶啦。咁作為一出獄啊，就利用一啲社交平台去揾獵物啦。呢個已經咧唔單係即唔係一個單一嘅事件，而係反映緊咧我哋個司法系統啊，其實係變成咗一道好似旋轉門咁樣。即係講緊就係犯人入去啦，坐完出翻嚟，咁又再犯案。咁兒童咧其實亦都會成為咗呢個制度失靈下嘅犧牲品。咁就但係另外啦，亦都有意見咧，就認為就係話咧，我哋其實都唔可以將所有嘅責任推晒落個官啊或者個司法制度度，因為始終咧監禁唔係萬能噶嘛。其實對於一啲有特殊性偏好嘅罪犯啦，長期嘅心理治療啊，可能係比單純加刑更加重要。咁但係問題就係啦，香港咧無論係懲教署定係醫療系統，其實都係缺乏咗一啲足夠嘅資源去應對呢一類有特殊心理問題嘅罪犯嘅。咁就法官啦可以判佢監禁啊嘛，係咪？咁但係咧就冇權力強制佢喺出獄之後接受翻一啲長期嘅精神治療。其實呢一個咧先至係成個問題嘅核心。
咁正正就係呢一個問題啦，亦都係正正講得出成個制度嘅問題。正如其實我哋都知道啦，單純監禁係冇用，所以先更加要質問就係話點解相關嘅配套，例如就係話一啲強制心理治療啊，或者一啲更加嚴格嘅出獄後嘅監管，甚至咧其實都可以參考下英國嗰邊，其實佢哋都有啲性罪犯嘅登記嗰啲制度嘅，即係到今時今日啊，都係未全面落實啦。咁就防止虐待兒童啊，即係亦都即係防止虐待兒童會等等嘅一啲團體咧，其實已經講咗好多年，就係話咧，但係政府啊到依家咧都仍然係好似一個嘆慢板咁樣。當一個漏洞啊已經係清晰可以見到，但係遲遲依家都未去修補，呢個就已經唔係一個資源問題，而係一個叫做承擔啦同埋決心嘅問題嚟。咁啊嗱，講完呢樣嘢啦，不如都講下啦，今次即係主要嘅即係渠道啦，亦都係我哋另一個要問責嘅對象啦。當然就係 Instagram 呢一類嘅社交平台啦，係咪？佢哋嘅私信啦，同埋一啲標籤嘅搜尋、公開嘅個人檔案等等嘅功能咧，其實咧客觀上啊，亦都係為一啲性罪犯提供咗極之方便嘅狩獵工具嘅。其實咧罪犯咧，即係佢哋都可以輕易咁樣透過搜尋學校啊、興趣等等嘅一啲標籤，鎖定特定年齡層嘅青少年，再建立咗就係用私信啊，建立一啲一對一嘅私密聯繫。成個過程咧，其實基本上啊，平台係冇辦法去察覺。咁呢一種嘅科技巨頭啦，佢哋其實賺取一啲巨額嘅利潤咧，其實咧即係但係講緊啊，佢哋喺一個叫做保障用戶啊、保護用戶嘅責任咧，就推返俾用戶佢哋自己啊，並冇一啲承擔足夠嘅社會責任咁樣。咁啊，去到咁樣啦，平台都會有一啲嘅反駁點嘅，當然咯，佢哋就會覺得咧，其實咧冇辦法啊，亦都唔應該去監控幾十億用戶嘅私人對話，因為咁樣咧，其實我哋都知道啦，係會嚴重咁樣侵犯咗用戶佢哋本身嘅私隱。咁所以佢哋亦都強調咧，其實已經係提供咗一個叫做封鎖啦，另外仲有舉報啦，同埋家長監護等等嘅呢啲工具噶啦。咁責任咧就其實都係在於翻用戶究竟係點樣去使用佢哋嘅平台。咁而佢哋亦都認為咧，自己係一個中立嘅平台嚟嘅，唔應該為用戶嘅叫做犯罪行為責任咁樣，咁就呢一類啦嘅，即係叫中立論啦。其實就即係當然啦，我覺得公説公有理，婆説婆有理嘅。咁但係咧，即係都要講翻就係，其實佢哋呢啲平台嘅設計本身都唔係中立噶啦。因為啊，有時啊，為咗追求用戶增長啦，同埋一啲活躍度咧，其實佢哋往往咧會預設一啲較寬鬆嘅私隱設定，變相咧都係鼓勵咗用戶啊分享更加多嘅個人資料。所謂嘅佢哋有提過嘅呢個叫做家長監護工具咧，其實好多時咧都係好複雜、好難用嘅，或者咧根本都係唔夠全面。就好似一把刀咁樣，即係你可以話係用嚟切菜定傷人，都係使用者嘅責任。但係啊，如果個刀廠啊，特登將呢把刀嘅設計係設計到鋒利無比，又唔加高嗰個叫做刀套的話啦，然後咧喺啲兒童樂園周圍派，出咗事之後，其實仲可唔可以話自己完全無辜咧？係咪？咁啊嗱，但係講到呢一方面啦，我都會覺得就用戶佢哋自己保護自己係比較大責任嘅，因為即係 even 啦，即係我哋譬如今次係透過 Instagram 呢個社交平台，其實我哋認知都仲有好多嘅社交平台啦，即係 Facebook 啊，或者啲 TikTok 啊，甚至依家即係近期最流行嘅 Threads 啊咁樣啦，咁某程度上，如果有一啲嘅內容咧，真係太過過界咧，其實佢哋都會，就算你發布完之後咧，好快會封鎖咗你嘅貼文嘅。咁但係你去到講緊始終一啲可能私人資料嘅問題，你唔係涉及到你攞張身份證擺出嚟或者點樣性咧，其實佢哋未必會咁快可以做到個規管，所以就即係都係嗰樣用嘅時候，其實真係自己要有一啲保護翻自己嘅叫做思維咯。咁你話小朋友的話就真係。可以做嘅就係家長一定要最基本就係要攞密碼咯，即係雖然呢樣講緊好似都係話會唔會涉及咗小朋友嘅私隱啊，或者點樣性啊咁樣，但係都。如果真係去到今次呢單案件咁細嘅小朋友，我覺得好似有必要咁樣做。咁你話去到青少年，可能大過啲中學啊，即係或者可能都真係差唔多就係出嚟社會做嘢嘅，可以做嘅就係用翻啲軟性方法，就係盡量都同翻小朋友 keep 翻一個叫做友好嘅關係啦，令到起碼大家有傾有講嘅時候咧，咁就青少年們都會容易，亦都會好樂意透露自己呢家發生緊嘅事啊，甚至喺網上面交咗啲咩朋友去俾你知咁樣。咁啊，另外都仲有一點嘅，就係講緊我哋個法律啦，不如都講翻咁。就其實完全係追唔上一啲網絡犯罪嘅手法嘅喎。喺今次呢單案件啊，如果話被告只係停留喺呢個叫做誘騙嘅階段咧，
佢冇成功攞到裸照或者約到見面咧，其實要檢控佢咧，亦都係非常之困難嘅。咁因為咧喺依家香港法例啊，到今日咧都係未將呢個網上性誘騙訂立為一個獨立罪行嘅。咁其實法律咧只係會管一啲叫做製成品，即係講緊一啲兒童色情物品，但係咧就管唔到成個誘騙嘅過程啊咁樣。咁啊，嗱，政府方面咧，佢哋嘅講法就係話咧，其實立法當然就係要謹慎啊嘛，係咪？咁就呢個叫做有色嘅定義咧，其實都係可以係好廣泛。如果界線唔清晰咧，可能會令到一啲正常嘅社交行為咧，都會誤墮咗法網，產生一啲叫做寒蟬效應。所以咧，政府啊需要進行一啲詳細嘅諮詢啦，跟住再平衡翻各方嘅利弊咁樣。咁呢個咧係即係要負責任嘅做法啦，所以都唔可以叫做操之過急咁樣。咁但係我哋亦都知道啦，其實呢個所謂嘅謹慎嘅理由啊，已經講咗好多年㗎啦。其實咧喺英國啊，早喺2003年嘅時候咧，呢個性罪行法案已經咧係將相關嘅行為咧刑事化㗎啦。咁香港咧講緊係落後咗人哋成20年。咁當我哋啊仲喺呢個叫做咩詳細諮詢緊嘅時候，其實無數嘅罪犯咧就已經係利用緊呢一個嘅法律真空期，每日喺網上面進行緊一啲誘騙，所謂嘅叫做審慎，其實係咪已經變咗做拖延嘅藉口咧？咁樣，當兒童嘅安全受到實實在在嘅威脅嘅時候，其實遠水點會即係救得到近火係咪？咁所以呢一種嘅立法緩慢咧，本身其實就已經係制度上面嘅一啲失職咁樣。咁去到呢單案啊，不如都講下啦，即係其實除咗暴露咗司法同埋一啲科技平台嘅問題之外咧，亦都係為所有嘅家長同埋青少年啊敲響咗警鐘嘅。咁一個14歲嘅少年啊，理應就係喺家庭啦同埋學校學識點樣去辨識同埋拒絕呢一啲網絡陷阱。佢之所以會成為目標啊，甚至可能考慮對方嘅要求咧，正正亦都係反映出我哋依家嘅性教育啦，同埋一啲網絡安全嘅教育存在咗好巨大嘅失敗。其實好多香港家庭啊都會視性呢樣嘢咧為一個叫做禁忌嘅話題。咁就學校嘅性教育啦，亦都係流於生理嘅知識啦。咁就缺乏咗坦誠討論一啲網絡風險啦、身體界線同埋同意呢一啲咁重要嘅概念空間。結果咧就係青少年咧其實咧只能夠喺自己喺一啲叫做充滿豺狼嘅網絡世界獨自自己去摸索嘅啫。咁佢哋亦都可能會因為好奇啦、孤單啊，或者就係可能驚俾啲朋輩排斥啊等等嘅原因，而唔敢去拒絕。咁出咗事之後咧，又驚俾父母去責罵、俾人鬧啊，咁亦都係唔敢求救，最終咧都會造成咗一啲無法挽回嘅傷者。咁所以咧，其實要預防翻悲劇咧，家長嘅角色至今都係好重要㗎。咁啊，香港嘅叫做守望者啦，同埋其實好多一啲輔導機構咧，其實都有建議過家長咧係要提早啦、坦誠地咁樣同仔女去溝通，建立一啲信任嘅關係，令佢哋知道咧，無論遇到咩嘢問題都好啦，香港即係屋企啊，先至係自己最安全啦，亦都係最值得信任嘅一啲避風港咁樣。同時啦，青少年啊，自己亦都要好好咁學識保護自己啦，就係唔好輕易咁樣透露一啲個人資料，對陌生人啦，即係尤其是網上邊㗎啦，都要時刻提高翻啦，同埋保持翻一啲警惕咁樣。面對任何令你覺得唔舒服嘅要求咧，都要勇敢咁樣 say no 啊！咁啊，而且咧第一時間記得要講翻俾你信任嘅大人知道。咁網絡世界啦，雖然真係方便啦，但係咧亦都係危機四伏。咁要成個社會由立法啦、執法、平台做到學校同家庭都一齊努力咧，先至可以就係為我哋嘅下一代建立一個真正嘅安全嘅一啲網絡嘅環境咁樣。係咯，嗱咁啊，最後呢樣都同我啱啱講嘅一樣啦，即係有時可能你又即係攞晒小朋友密碼性都真係會有困難。咁可以做嘅就係真係同佢哋建立良好關係咯，起碼令到佢哋唔好話最信任你先啦，起碼令到即係小朋友、青少年唔抗拒你，願意分享佢自己嘅嘢俾你聽咧，呢樣先至係最緊要。如果唔係嘅話咧，真係呢啲嘢都係真係呢啲案件啊，真係一單都嫌多。咁所以就都去翻今次呢件事嘅都有一啲討論角度啦，不如咁就我哋首先就要講下啦。其實司法仁慈啊，係咪等於變相縱容咗慣犯啊？咁樣咁但其實香港嘅司法制度啊，對兒童嘅一啲性罪犯咧係過於寬容啊，我覺得咁係導致到咧呢啲重犯咧，佢即係呢啲人啊，佢哋重犯率啊係會高企嘅主因。咁好似今次呢件事咁樣啦，其實被告人已經有5次嘅案底啦，咁樣證明咧其實短期嘅監禁啊、緩刑啊，同埋一啲
咁嘅懲罰對佢都係完全無效嘅咁樣。咁就法庭啊，其實量刑嘅時候，除咗要考慮被告更生咧，更加咧應該要將保護兒童嘅一啲公眾利益放喺首位。面對呢一啲咁高危嘅慣犯咧，其實法庭係應該判處更加長嘅刑期，並且就係強制要求啊出獄之後接受長期嘅心理治療啦，以及一啲電子監控。所謂人權啊同埋更生機會咧，其實都唔應該建立喺就係犧牲更加多無辜兒童嘅基礎上邊。咁就嗱，另外都再講多樣啦，就係喺今次呢一個科技巨頭啊，其實究竟係咪話叫做賺盡利潤推卸責任咧？其實 Instagram 啊等等嘅一啲科技公司咧，絕對唔係無辜嘅中立平台啦，咁而係一啲兒童性剝削罪犯嘅幫兇嚟嘅。其實佢哋嘅演算法啦，同埋就係產品設計咧，為咗就係用戶嘅黏性同埋一啲商業利益啊，客觀上製造咗一個極利於犯罪狩獵嘅環境。咁所謂嘅叫做用戶責任論咧，其實都只係藉口嚟嘅，即係講緊呢啲市值即係成萬億應該係咯，成萬億嘅公司。即係其實絕對係有一啲資源啦，有技術去開發一啲更加主動啦、更加有效嘅保護機制。例如就係話啦，可能監測翻一啲可疑對話模式啦，另外就係限制成年人接觸未成年人等等。如果佢哋係唔肯主動承擔責任咧，政府亦都係應該就係透過一啲重罰同埋立法，迫使佢哋要坐言起行咁樣。嗱咁啊呢件事啦，即係我哋都大概了解咗啦，咁就即係嚟緊7月22號會再次判刑，咁就我覺得都算係好彩啦，即係依家呢個被告人都係要繼續還押咁樣。咁睇下其他網友點睇今次呢件事啦，不如都咁有網友就話咧，即係其實判5次都仲出嚟害人，香港嘅法律咧真係笑話，呢啲人根本就應該終身監禁。咁啊，另外亦都有人講咧，就係話喂，其實你點樣監禁一啲？即係監管啊，點樣監禁一啲私信啫？即係嗰啲私下嘅對話，即係佢話喂，唔通Facebook 啊、IG 啊睇晒我哋啲對話咩？其實你咁樣真係侵犯私隱嘅喎，咁樣。咁啊，另外亦都有網友就話啦。唉，真係防不勝防啊！佢話因為咧，依家啲細路其實一人都一部電話，做家長又可以點管咧咁樣。另外咧，亦都有人講咧，就話哇，6至到10歲呢條友咧根本就心理變態，應該要強制化學閹割咁樣。最後亦都有個網友講啦，佢話哇，666段呢啲影片啊，嗰個電話個 memory 都幾大喎咁樣。可能用嗰啲唔知上傳或者點樣整咯，但係嗱佢上傳咗啦，呢個亦都係一個叫做科技上網絡嘅一啲痕跡啦，係咪先？其實你有上傳過或者剩咧，你點 delete 都好有痕跡嘅，係咯嗱。咁啊，大家講完即係都聽晒成件事啦，都講咗俾大家聽啦。你哋又認為咧，如果要阻止呢啲悲劇，即係加重刑罰啦、平台監管，定係家長嘅教育呢幾樣嘢，究竟邊樣重要啲咧？歡迎大家可以留言喺下邊一齊討論下。今集呢個事件到呢度，拜拜。